全国停课拢改用线顶教学，职业训练嘛同款。有职业训练中心即马是转型，请老师用线顶教学的方式来教学员主食，要互因的职业训练课程袂长期会当继续。也毋过呢，某学员即马是较烦恼讲，若阵线顶的课程无法度伫3个月内完成，安尼敢会影响因的职业训练津贴，而且也阁有结业证书才会权益敢会受影响。因是望政府会当放入规定。来，同学开始点名哦。1号戴雅文，温酒精，好，2条小白，干温酒精，好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啊。手机啊，计好势专业导师伫镜头前教学员安怎煮食的步数、相关考试的规范。这是工课前职业训练补习班头一摆因为疫情改做线顶来上课。目前就是配合劳动部的公文全部做远距教学。那自从做远距教学之后呢，同学慢慢有信心回来了。目前呢，这个如果没有远距教学的话，那影响是非常大的等于说我们所有的班级全部都停止了。业者表示，虽然有线顶上课加减有收入，政府今年嘛将补习班纳入纾困方案，但是租金、员工支出、线顶器材等等，若3级防疫来延长，也是袂堪折，只好行一步算一步。另外，业者嘛讲，有学员反映，因为这份课程有结业的期限，即马因为延课也是暂停，就惊家己无伫时间内来完成，提无证明嘛影响到这份津贴的领取。通常我们的受训的日期的时间也没有长过于90天，所以是没问题的。可是因为这次疫情来的关系呢，我们中间有停止上课，所以整个时间加上去之后，它变成它所有的受训时间变超过90天了，变成这个是属于制度上的限制，而让同学造成这种无法的选择。针对这个部分，劳动部是表示，若有特殊的原因，无法度伫线顶来上课，会当甲课程来延期。第3级防疫的时阵，袂记查核点证数。另外，若有继续上课的人，嘛会照原本确定的月份，继续发放这份生活津贴。记者陈雅文、赵水台北报道。